歡迎嚟到呢一個幫助你減輕焦慮嘅冥想練習。首先，請你輕輕咁樣閉上眼睛，做一次深呼吸，比你今日做嘅任何一次呼吸都要深。呼氣嘅時候，專注喺我嘅聲音，俾佢將你帶到去當下。允許而家專注喺你自己身上，將自己放喺第一位。你唔需要去任何地方，你唔需要做任何嘅事。喺接落嚟嘅幾分鐘裏面，你嘅身心健康先係你嘅重點。繼續做深呼吸，俾每一次嘅吸氣都比之前嘅再深一啲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你嘅肺部擴張緊，hold 住我哋嘅呼吸。然後呼氣嘅時候，感受你嘅肺部收縮。當你繼續咁樣呼吸嘅時候，感受空氣喺身體裏面嘅流動。注意你身體裏面任何可能覺得有壓力或者焦慮嘅部位，慢慢放鬆你嘅眉毛，放鬆你嘅面龐，俾你嘅膊頭慢慢放落嚟。保持我哋對於呼吸嘅專注，俾呼吸成為我哋喺呢一個冥想過程裏面嘅錨點。如果有任何一個想法或者聲音出現咗，我哋只需要承認佢嘅出現，然後我哋再將我哋嘅注意力放返喺我哋嘅呼吸上面。好多時，我哋對於事情感到有壓力或者焦慮嘅時候，通常都係因為我哋覺得自己冇辦法去控制，而呢一種感覺會令我哋覺得唔安全，亦都會令到我哋嘅情緒波動。所以我哋可以通過掌控自己嘅呼吸嚟練習呢一種控制嘅感覺。而家我邀請你諗返起一個，我想邀請你諗起一個令到你最近覺得焦慮嘅情況。你對呢件事有啲咩睇法？有啲咩嘅感覺？當你講出呢一啲睇法嘅時候，我哋承認佢嘅存在。我哋允許佢出現喺我哋嘅念頭裏面，而家我哋可以試下允許呢一啲念頭放下。你唔需要捉住佢唔放，
我哋可以放低呢一啲念頭。喺呢啲情況裏面，你嘅大腦一路喺度同自己講緊一個點樣嘅故事，我哋去發現佢，去注意佢。當你意識到呢啲小劇場嘅存在，我哋允許佢，而且我哋亦都允許呢啲小劇場離開我哋嘅念頭。你可能會發現你嘅思維會更加強烈咁樣想你去繼續思考呢件事。我哋亦都慢慢地去觀察你嘅想法，我哋亦都可以容許呢啲事情發生同埋放下。你可以喺心裏面默念：我允許所有小劇場嘅存在，我願意釋放所有內在嘅想法同情緒。如果你喺諗嘅時候分心，我哋可以繼續注意返我哋嘅呼吸，幫助我哋返嚟我哋嘅當下。深深咁樣吸一口氣，呼氣嘅時候釋放你內在嘅所有焦慮同壓力。伴隨你嘅呼吸，每一次呼氣你都會更加放鬆。而家我哋再睇返呢一件令到你焦慮嘅事情，當喺冇批判，亦都保持中立嘅情況下，你嘅感覺有啲咩唔同？焦慮或者壓力嘅水平有冇變化？而家我哋放鬆我哋自己，允許自己打開我哋嘅內心，去清晰咁了解你嘅下一步應該點樣做。唔係未來嘅5步或者10步，亦都唔係去到步驟嘅結束，只係你嘅下一步。你想點樣做？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，俾你去留意自己內在嘅聲音。
而家俾你嘅注意力返返去我嘅聲音上面。好多時我哋對於某種情況嘅批判，同我哋內在嘅小劇場，往往都會加劇咗我哋嘅恐懼、焦慮同埋壓力。大腦會扭曲咗實際發生嘅事情，令到呢件事產生更多嘅恐懼。佢會阻礙我哋睇到情況嘅真相，而且亦都會阻礙我哋去獲得我哋嘅輕鬆。所以，下次當你感到焦慮嘅時候，記住要呼吸，然後注意同埋允許你對呢件事嘅所有批判同埋頭腦所創造嘅故事。通過呼吸，放低呢一啲故事，注意住焦慮係點樣產生同埋點樣緩解嘅。專注喺而家呢一刻，專注你而家所擁有嘅一切。而家我哋再一齊做3次嘅深呼吸，深深咁吸一口氣 ，hold 住，然後呼氣，再一次比之前更深咁吸氣。感受佢喺你肌肉同埋細胞裏面穿梭，然後呼氣，最後一次最深最深嘅呼吸，將氧氣傳送到你嘅全身，傳送去你嘅頭頂。慢慢呼氣，當你準備好，你就可以擘大你嘅眼。感謝你加入我嘅冥想，亦都感謝你送呢一份禮物俾你自己。祝你度過美好嘅一日。